后来乡亲啊，看花灯会当换钱某哦。南投的德山德艺灯会4点钟，现场有60%造型真水的高压灯。咱的乡亲只要伫遐拍卡，或者是扫 QR code， 就会当累积点数。一晚到50点，唔免到指南宫排队，就会当换到青仔年的钱某咯。对空翕的角度看，南投德山德艺灯会这拍上分现水的主灯是用竹仔编成的，造型真特殊。配合德山的产业特色，现场包括主灯有60%花灯，拢是用竹仔来编的，亲像是碰瓷。还有观音像真有特色，要有更较侪人来欣赏。电工所甲当地有名的土地公庙指南宫合作，民众收花灯也会使摕钱某。那每打卡一个竹艺品的话，就可以积点1点。那你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基本点数有2点。那全部的话，你只要50点，收集50点就可以换钱母1枚。因你若要摕到指南宫的钱某，拢要亲身排队。听到免人客人都会当换到钱某，民众拢真欢喜。感觉蛮特别的，不然其实如果你要指南宫的钱母，都要去排队要排蛮久才排得到钱母。刚刚在下载 APP， 然后可以打卡，我觉得这样很划算。对外活动是对元旦开始，东港发送588个，刷来每礼拜日买当换，每工是200个，一直到2月初9灯会结束。